业场其他消息继续要来关心中华办爱心关怀活动，大家拢来到收听。因为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真严重，血库的血可能无够用。花大乡同济会联合道公所也有在地人办关怀送鸭肉的活动，拢总传200只红面鸭母要送给关怀民众。便若是关怀关250cc，就会爱摕到几只鸭。啊，若是关500cc的人，佮再加鸭送1包糙米，即届关怀人佮较。货车司机无用咧落货，一箱一箱拢甲摊起来，拢总有25箱。这内底是底啥咧？哦，这拢中华在地吼。对。你无看唔对，规只冷冻的炸番仔鸭，一只2公斤重，一箱有8只，拢总200只，要送予关怀的民众。这个活动对9点半开始，有民众8点外过来排队啊。100都要关偌济？哦，500。500送啥？500送一只鸭哥，一包米。啊，我8点半来排啦。送鸭无重要。那个不重要啦。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，规台湾的货库拢咧欠货。为着要鼓励民众出来捐货，花旦乡国际同济会举办捐货活动。若是来捐货，炸番仔鸭就会当规只甲炸转厝。205就是土番鸭一只，佮1包米香。若500佮加1包米安尼。土番鸭一只大概炒伫300块左右，米一包吼差不多伫150块。咱米香我们帮炒50块安尼。因讲捐500送500啦。甲算看卖，捐250cc 的货，得到的礼品伊的市价差不多是35。若捐500cc 有500块。另外，中华复兴的东区扶轮社，伫个即个月23，共款要举办捐货，伊送的物件是喙瓮，若是捐500cc，就会当免费来摕到2盒的喙瓮。即马鼓励民众行出来捐货，有送喙瓮，嘛有送炸番仔鸭，送的物件真新巧，嘛会使讲是愈来愈大出手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